继续近段消息，来看总统赖清德，本地是定今仔日要邀请在野党的领袖来听国安简报，是黄国昌成功不爱参加，了后朱立伦嘛对咧拒绝，所以这局是破局。民进党的立委呛国民党，敢讲百年大党只会当对黄国昌来行，朱立伦是话话会当来建立到朝野对话的平台。 这是不是表示国民党要来提回着主动权利？立委谢龙介讲，国民党未有这款的想法。我没有跟中国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有任何的沟通。民进党的主席黄国昌讲南北无沟通，严格过2点半前后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宣布不要参加总统府邀请的国安简报，宣告正式破局。 到底总统赖清德在520执政9年，并且各强调向在野党的主席进行重要的国安情势简报。总统会秘书长潘平安5月71日打电话给王建廷甲周如修了后，北面媒体报道讲，实际上南野高层一直有咧探听民众党的态度。民众党也讲，若无法度亲自沟通交流，都无迄个参加意见啊。 开记者会进前，有先甲南野高层各地无要参加结果。真心替朱立伦主席感到难过，因为他身为百年大党主席，他最后却只能决定跟着黄国昌走。所以我在猜想，朱立伦主席是不是被这些要被罢免的立委绑架，说，你得乖乖听黄国昌的，否则我们就没有要听你。如果说府方能够拿出最大的诚意，而不是今天破局之后就指东指西，然后把这些的责任都推给在野党。 那样子比较容易促成下一次的会面。是讲即摆也听讲，朱立伦要将主控权摕倒来，由国民党邀请立委共襄国事。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还执意在于谁来邀约这件事情的话，我想这个就失了高度。国民党不会有这种想法。国事会议，我们只能呼吁。 只能建议主控权跟主动权还是在执政党，还是在赖总统手上。那也立委直接讲，无可能由在野党来主导。历史上头一场国安简报破局，怎样来化解朝野危机的局势？目前遥无一个结果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